年輕人本來就應該充滿住歡笑，但係有一班年輕人，佢哋已經冇辦法睇到明日嘅破曉。6·4會有平反嘅一日嗎？假3，天安門父親習偉林已經等唔到。當年喺文匯報社論開天窗寫下痛心疾首4個大字嘅李子重先生都等唔到啦。若果我哋呢班人太年輕嘅話，咁你又願唔願意同我哋呢班年輕人一齊去延續佢哋嘅希望？我叫陳雨詩，6·4當年我仲未出世，有一句歌詞係咁寫嘅：無忘6·4，人民永遠亦會記起，坦克與炮火雖霸氣，不可顏停人念記。我叫李佩月，6·4嗰年我未出世，我希望香港人永遠唔會唔記得，當年為咗中國學生冒住8號風球上街遊行，更加希望下一年我哋唔需要為未能伸張嘅公義再次流淚。我叫黃善雄，當年2歲，我淨係知道屋企人當年睇住電視機係咁喊，同埋驚解放軍會有一日打到嚟香港。我叫方志睿，當年我未出世，屋企人從來都唔會同我講起6·4，近呢1-2年我先開始慢慢了解同接觸6·4係啲乜嘢。好多人都會同我講，你當年都未出世，關你咩事啊？但我深信，只要知道自己呢件事係做得啱嘅，就應該要去堅持。我叫古善如，當年未出世，亦都從來未去過6·4晚會，直到最近不停喺網上面揾資料，先知道當年嘅真相。我希望用自己微小嘅力量，將呢件事話俾身邊嘅人知，令到呢件事唔會俾時間沖淡。到咗今日，6·4依然未能夠平反，當年嘅理想依然喺遙遠嘅彼岸。我哋年輕人都想以身為中國人而感到自豪，但係試問，有幾多真相、幾多良知被埋沒喺長城之下？遠的東方，遼闊的邊疆，還有奇妙的歌唱，前世的滄桑，後世的夢愛，行你千山路路接壤，為着老去的廣告，為着事實的真相，為着浩瀚的歲月，為着慾望與理想飄揚。夢像熱浪，眼淚那天不再聽到在呼號的人。你選擇蒙住你嘅耳朵，蒙住你嘅眼睛，即使6·4嘅亡魂早已經長埋土地，但喺我哋嘅國家，每一日都有人為咗真相、為咗公義力竭聲嘶咁呼號，頑強咁面對住當權者嘅打壓。劉曉波、艾未未、譚作人、趙連海、陳光誠，以上嘅名字相信大家都會聽過。喺香港，我哋每一日都呼吸住自由嘅空氣，享受住天賦嘅人權。我哋又有冇為呢啲仍然受苦、受難、受逼壓嘅同胞，同樣身為中國人，同樣身為人類嘅同胞，付出你多一啲嘅關心？
各位，我哋今日呢一個唔單止係一個街頭演出，亦都係一場嘅悼念儀式。而家我哋會為6·4當年嘅死難者默哀，喺大家入緊場嘅時候，亦都希望大家喺心入邊默默咁樣為佢哋悼念。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